国家语言发展法自2019年施行，传承福建母语成做国家重要的进步。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今仔日、明仔载这2天，和国立台湾文学馆举办论坛，邀请客委会、原民会、各国外母语传承团体斗阵来交流分享，做伙来讨论推广母语的方法。 点开台湾文学戏剧博物馆的网站，民众免出门，就通伫线顶看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展览。台湾文学馆长期推动母语通讲万事万代的母语正常化工作，因发现，亲像戏剧博物馆这款线顶的活动，通吸引30到60岁的族群参与接触母语。 也用罗马语来写，这是一个阶段，我会甲伊放伫进阶。一开始咱的迄个兴趣，互大家知影讲家己的母语是偌尔趣味，就是会当帮助咱的即个language会当较活泼的。这种意识应该爱一直传播，要安传播，就是只有透过推广的活动，以及阮爱编更较趣味的册。 台文馆表示，推广母语的工作，若通互民众先轻松接触母语，就可能有意愿进一步学习了解。除了中年族群介意线顶活动，因发现电脑电动配台语音、台文字幕，通吸引青少年。若台语歌结合台湾文学，时代就会有兴趣。台湾各种母语安怎推广？国家会甲台文馆合作主办论坛，互大家交流。语言的消失，它的后面的结果。 就是族群文化的消失，再下来的结果就是整个族群的灭亡，所以母语濒临灭绝，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在任何一个文化当中，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 28、29、2天的论坛，除了国艺会甲台文馆，现场也有客委会、原民会参与交流。保存母语，毋但看国内的经验，现场也邀请来自纽西兰、苏格兰、威尼斯这寡来自国外的母语保存团体，做阵分享母语保存传承的经验。记者郭美玲、永凯台北报道。